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7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沪市、沪指、沪 A， 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这个沪市全天是震荡调整，不过尾盘沪指勉强翻红，创业板指数领跌，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 1.21万亿，比上个交易日缩量2200亿，这个在3400点左右缩量，只有1.2万亿的成交，这个说明问题，没有人参与。参与的人越来越少，大家都害怕。沪指涨 0.02%， 深成指跌 0.7%， 创业板指数跌 1.21%。这个个股涨多跌少，3100多家股票是上涨，1000多家下跌。大家如果打开 K 线图、分时图，可以看到，银行股一跌的时候，这个指数就一个快速下跌，但银行股稳住，那指数就稳住了。银行股回调，那么指数就红了，也就是这个市场完全失真了，它已经被银行股绑架。从这个市值看也差不多，沪市市值大概50多万亿吧，咱们整个的资本市场二级市场也就100多万亿，100出点头，大概就这么个量级。沪市那就是50多万亿，而这个银行股主要是集中在沪市，银行股现在是16万亿，不到17万亿。也就是沪指里面1/3是银行股，银行股涨3%，大盘就要涨1%，所以可以说沪指已经基本上完全失真了。而现在银行股、银行板块都在纷纷创新高，创了历史新高，但是沪指还只有3400点。那大家想一想，这个金融消费者是确确实实赢了指数，输了钱。指数涨，金融消费者没占到便宜，但是等到银行股下跌、指数下跌的时候，这些金融消费者还得再买一次单呢。至于银行板块什么时候回调、什么时候崩盘，这谁也不知道。他们报表还可以再粉饰，也就是说，不要看3400点这个点位好像不高，但实际上现在风险是非常大，越来越大。银行板块不停的创新高，这个只能说明这个沪市太神奇，实体经济现在是一蹶不振，你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看不到什么利好，但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行业居然是一路高歌啊，这个怎么解释？所以说3400点的沪市比6400点的沪市风险还要大，这个一定要小心。前几年这个基金扎堆茅台，现在你再看一个茅台这个走势，无论是国家队还是什么养老基金，还是说什么公募基金，他们现在的抱团，还有保险资金，他们现在的抱团进入银行板块，但是他们最终是要兑现，要退出啊，或者是当银行股它的分红不及预期了，银行股的盈利有问题，报表再也没办法修饰了，那这个时候这些资金它都得撤出，那个时候会是什么一个场景？就像那个资金现在从茅台里面撤出一样。但是我今天看到一个彭博社的一个新闻，这也很有意思。当然，这个路边社的消息说，德国400亿美元养老金委托中国股票基金管理，我不禁为德国人捏了一把汗了。说德国一家养老机构罕见的委托中资企业的香港子公司协助其投资中国内地股票，此举在全球配置机构中实属罕见。这些机构对中国股票一直持谨慎态度，管理341亿欧元，约合400亿美元资产的什么 KZVK， 在第二季度向富国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注资5000万美元。知情人士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投资在香港内地和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这个值得关注，德国人把他养老金400亿美金用来专门买中国股票。当然，这小道消息，不知道真假。德国人做事一向比较严谨，不会这么不负责任吧？会不会是模拟盘？红星资本局7月5日消息，一私募内幕交易曝光，连带董事长合计被罚超3800万，曾任高特家副总裁。红星资本局报道说，湖南证监局7月4日披露信息显示，上海道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道基）因内幕交易行为受到处罚。具体来看，湖南证监局决定没收上海道基违法所得941万元，
并处以2823万元罚款。莫一罚3。上海道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陈彩琴被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综上，湖南证监局此次合计罚没3825万元。到底为什么事呢？是湖南证监局公告，这个上海道基他在2022年4月29号披露的2021年审计报告中，这个报告中就包含了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相关的信息。那一旦公布，它这股价要暴跌啊，也就是可持续经营有问题，也就是这公司还能不能存在都是个问题。那该消息在公开前属于内幕信息，内幕信息形成时间不晚于2022年4月6号。经查明，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上海道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陈彩琴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士有联系，并且公司管理的私募基金账户组累计卖出577万股，卖出金额2350万元，避损金额达到941万元，也就是他得到内幕信息之后，提前通过这个私募基金减持577万股，这样就少损失941万元。账户组交易行为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明显异常。这个陈彩琴也不是一般人物，曾经担任私募高特家副总裁，历任国泰君安投行部业务董事、长沙营业部总经理，也就是券商出身。内幕交易，我们再看这个湖市，这奇葩公司那是年年有，没有最奇葩，只有更奇葩。这很多公司非常神秘，你比如说今天有个媒体说，沪市神奇的上市公司叫新 ST 沪科。它神奇在什么地方？这个新 ST 沪科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一共员工是18名，一家上市公司只有18个员工，就问你服不服？这18个员工人均年薪25万元，待遇还不错，相当于一个月2万嘛。但是这个18个员工里面，管理人员就达15个，真正的普通的员工只有3个。这3个人恐怕，这是有人分析啊，3个普通员工，那这3个人恐怕一个是前台，一个是保洁，一个是保安。要不然15个管理人员，3个员工，这个架构也很有意思，正好倒过来了。一般的公司这领导少，员工多，他这是领导多，员工少。这家公司发行价28元，1992年上市，距今已经33年了，那绝对是沪市里的老资格啊，辈分最高。当年发行的时候是28元，现在股价是3.99元，市值还有13亿元。就这么一家公司，现在还在湖市，居然还没有退市，也不知道他在湖市等什么。就这样的公司在湖市待着，到底是为什么？图什么？而且待了33年。今天央视它曝光了这个水军，央视曝光林差评背后猫腻，这个挺有意思啊。它近年来说，网络水军手段升级，活动更隐蔽。记者在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搜索刷单、控评、水军等关键词。各大平台均出现了明确的提醒和警告。为了躲避网络平台监管，网络水军机构使用 S 弹、鱼潭等特定的暗语，在小红书上大量招募水军，发布刷单接单的帖子，与网络刷手们用暗语联络。刷手们需要根据中介提供的图文和文案，在商品收货后发布颇具诱导性的虚假好评。为了伪造客户刷单，为出现负面评价的品牌洗白，这才是他们获利的重点。大家看视频。记者在网络上搜索刷单、控评、水军等关键词，各大平台均出现了明确的提醒和警告，要么是无搜索结果，要么是弹出普法警示和典型案件。然而，当记者按照消费者举报的一些网络暗语输入 S 弹、鱼塘等替代暗语时，却搜索出来了不少隐晦的内容。S 弹显然就是刷单的代指暗语。为了走进这个网络上的违规产业链，记者顺藤摸瓜，接洽上了这位名叫 KK 的水军中介。在 KK 1对1的指导下，记者按照教程给名叫莫瑞的防晒喷雾刷了一条正面的评论：直接囤，句句防晒黑，在我心里打满分了。
名为 KK 的水军中介告诉记者，网络水军的刷屏策略很简单，就是招募记者这样的普通消费者，伪装成已购客户，在评论区针对意向客户发布本人亲测有效、后悔没早买等颇具诱导性的虚假好评。很快，记者就完成了6条虚假的正面评论，也顺利从中介手中挣了6元钱。随后，记者通过网络跟帖又加到了一位招募水军的微信。原来，这是一个在某知名电商平台销售不锈钢壁龛的商家，在招募刷好评的任务。先咨询客服常规问题，随便问，然后我邀请你下单，我改价格，后面我发钱给你加5佣金，零风险的。记者按照店家的指示搜索确认了店铺后，拍下一款名义上829.9元的不锈钢壁龛。然而，通过客服改价后，记者实际只付款了95元。店家看到订单后，就爽快地给记者转账100元，等于兑现了之前说好的5元佣金，并且直接发过来3张刚拆包的产品照片，并附上指定的好评内容，要求记者确认收货后再来给好评。随后，记者发现该订单在商家并没有真正发货的情况下，物流信息却进行了实时的更新，并最终发货到了江苏连云港。一番操作，这就是店家花了5元钱在社交平台上买到的一个好评。真实用户的账号，真实的物流信息，看似合理的网购过程，背后其实是一次虚假的交易与伪造的好评。商家如此操作，恰到好处地规避掉了电商平台的算法监测。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微信上加了一个网络水军刷单的业务群，这样的群在水军行业里被称为鱼塘，而这些真人刷手被叫做鱼，给刷手们安排任务的群主被称为主持。调查中，记者发现，水军盈利的重点还有服务于那些正在被消费者质疑、出现负面评价的品牌。商品评论的跟帖里也有其他消费者反映，吃了几天全身过敏，不能见人，有的说会便秘、睡不安稳，还有晒出检测报告说吃了2个月却不管用的，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的内容。记者在体验网络水军刷手的过程中，也正好接到了关于艾维维生素的刷帖水军招募。中介负责招募，专职编辑则手把手一一对接发帖内容，标题、文案、首图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在商家的精心安排下，在这个水军帖子里，记者成了一个正在为儿子鼻炎忧心的母亲。正帖里没有丝毫的产品广告信息，但是编辑却安排了人来提问，与记者搭戏。求分享第3，我们吃的艾维儿童第3复配了 K2 和甘氨酸镁，吃了2个月，鼻炎确实减轻了许多。然后，记者按照商家的指示，又发了一张该产品的图片，就算完成了任务。发帖5元，评论1元，商家验证合格后，给记者结账转了6元钱。水军中介告诉记者，该头部电商平台上关于艾维维生素的发帖大致分成3类：官方帖，广告性质明确，产品信息明确，让人留下鲜明印象；科普帖，潜移默化让消费者认可补钙就是这个产品类型最好；吐槽帖则是择其轻，象征性的吐槽说广告多，但对于产品实质效果成分根本不提。商家其实安排了很多水军刷手在评论区推销演戏。如此一番巧妙的洗地式的操控舆情手段，极大程度上迷惑了消费者的选择，成功的操控了消费者了解真实信息的途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推销自己的商品。弄虚作假是咱们这叫习以为常，见怪不怪，零差评。整个电商的生态被这些人搞坏的。不能否认，整个电商行业发展非常快，突飞猛进。
但是由于这些零差评等等这弄虚作假这种种弊病，导致电商业务会逐渐的回归理性，把它的市场份额这就会萎缩，它的增速就会急剧下降，这叫回归理性了。零差评这个弄虚作假，就让我想起了当年中关村那卖电脑、卖手机、卖相机的、卖数码产品的。这实际上不光是北京的中关村，每个城市都有一个这种叫数码广场之类的，或者聚集区，类似于中关村那样的，每个城市都有。我看经营模式都差不多，就是坑蒙拐骗4种办法用到极致，对吧？最后这些数码城也都寿终正寝。让上帝欲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所以现在电商已经发展到10年前中关村那个数码城那种水平了，也是上帝欲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现在直播带货电商卖的这些东西都是低质、伪劣、残次品，以次充好，红薯粉里没红薯，淋巴肉充当什么正常的肉。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锦老师今天很反常，今天是7七事变88周年，胡锦老师也很感慨，他发了个评论，他说战争结束80年了，日本人仍然拒绝深刻汲取教训，不断有篡改历史细节之举。比如日本教科书声称卢沟桥事变是日军先遭到的袭击，意思是中国军队先开的枪。他们至今不肯将88年前日军在中国土地上发起的攻击定性为可耻的侵略。东京大轰炸加2颗原子弹都没能让日本接受需要根除军国主义思想的绝对教训，这很遗憾。后面就是老胡在想，老胡又想，老胡相信，连贯的这个叫老胡5连鞭。老胡这个评论他也就叫连招闪电5连招，就是马保国叫闪电5连鞭，老胡叫评论5连招。老胡在想，老胡又想，老胡相信，老胡认为胡锦老师一面批评日本的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我觉得这个没毛病，我们要警惕，不光我们警惕，这日本人也要警惕，亚洲都要警惕，就日本的军国主义这种思潮。但是胡锦老师却把这个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把它说成什么咎由自取。为什么同样都是抵抗侵略，为什么就这2个性质就不一样？乌克兰该打，如果说3年前胡锦老师看不清形势，被俄罗斯人蒙蔽了，那你现在随着战争已经打了3年半了，随着俄罗斯人的表态，俄罗斯人在伊斯坦布尔谈判那个态度，胡锦老师还得不出一个结论，这俄罗斯在乌克兰干的是什么？难道不是可耻的侵略吗？对吧？当俄罗斯的代表说他要乌东4个州没有占下的，俄军已经占领的是俄罗斯的，俄军还没占领的也是俄罗斯的，让乌克兰的军队撤出呢乌东4个州，这不就是赤裸裸的侵略吗？但是胡锦老师是怎么给他的额爹洗地的？一个主权国家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最重要的咱们还是要看结果。他占领人家领土，他不是说去教训一下就跑了，打击一下任务完成人家跑了，这种战争你还可以说到，你顶多说他霸凌，说他这个强权。但是侵略你要割人家的领土，赤裸裸的要求人家领土和平，这还不叫侵略？所以说就是这样，这叫精神分裂。胡锦老师这个思想他不能端正，如果像这种思想不能端正的人越来越多，越聚集越多，那这个世界上侵略他就不会停止。不过他挨打的时候他说别人侵略他，等到他打别人的时候他不认为这叫侵略，这叫伸张正义。当普京说俄罗斯士兵的军靴所到之处都是俄罗斯领土，台下的一众亚洲黄种人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鼓掌。这些人不就是胡锦老师这样的人吗？没有任何羞愧，这叫愧对先人，辱没了先人。他们认为普京硬气，普京是条好汉。他们对日本不成气候的，在日本国内也难成气候的军国主义思想口诛笔伐，但是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视而不见，不仅视而不见，反而还要为他伸张，为他洗地，这是什么一个心态？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